恭喜要做阿公了！恭喜要做阿公了！恭喜要做阿公了！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当欢喜？是不是当欢喜？我妈讲，父母疼幺儿，阿公喜长孙。我没讲啊，爷娘像蛮子，阿公像长孙。我没讲啊，爷娘像蛮子，阿公像长孙。真的吗？咁有样，咁有样。孩子他们高兴，我就生日会记得欢喜，生日会记得欢喜，我就高兴了，我就欢喜啦，我就欢喜啦。是啊，嘿呀，嘿呀。对了，阿公记得上次做健康检查是什么时候吗？嘿啦，阿公，上拜是哪样时做健康检查，还记得吗？嘿啦，阿公，上拜是哪样时做健康检查，还记得吗？我想想哦，我想看啊，我想看啊，好像3年多了耶。当中3年人了，当中3年人了。哦，那阿公该做检查了。哦，给阿公要过做检查嘞。哦，给阿公要过做检查嘞。现在年满65岁以上，也还年满65岁以上，也还年满65岁以上，每年都可以检查一次。当年都做的检查一摆，当年都做的检查一摆。卫生所这里，卫生所亚 V， 卫生所亚 V， 每个星期1、3、5上午到到礼拜1、3、5早晨到到礼拜1、3、5早晨都有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，都有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哦，都有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哦。请问检查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？请问检查以前要注意哪条事情啊？请问检查以前要注意哪条事情啊？检查前一天晚上12点后，检查前营业嘅暗部12點過，檢查前營業嘅暗部12點過，請勿進食，就做唔得食東西，就做唔得食東西。檢查當天早上，也請不要吃早餐。檢查當日早晨，咪唔好食早。檢查當日早晨，咪唔好食早。需要空腹檢查，要空心度來檢查，要空心度來檢查。哦，请问空腹时间要这么长吗？哦，请问空心度的时间要安长嘿？哦，请问空心度的时间要安长嘿？是的，这要请阿公稍微忍耐一下。嘿呀，要请阿公抗忍耐单位哦。嘿呀，要请阿公抗忍耐单位哦。检查日当天上午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檢查日當日早晨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檢查日當日早晨8點10分就開始提供抽血服務，不會讓你等太久，唔會俾你等太久啦，唔會俾你等太久啦。因為這項健檢我們要抽血，因為要向健康檢查，我哋要抽血，因為要向健康檢查。我哋要抽血，除了基本的身體檢查跟健康諮詢外，除咗基本嘅身體檢查同健康諮詢以外，除咗基本嘅身體檢查同健康諮詢以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血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血糖，還有尿液檢查、肝功能、腎功能血糖、膽固醇。血脂檢查、膽固醇、血脂檢查、膽固醇、血脂檢查等等項目都會做到，這條項目都會做到，這條項目都會做到。好的，謝謝你。哦，按住這哦，按住這哦。